你信唔信就係呢一塊咁嘅貼皮仔可以拉喐成塊門？呢個威爾法呢個門咧係俾人撞 lift 晒嘅，好大面積。咁一般情況之下，喺香港咧係會選擇換門嘅。如果換成隻門嘅話，可能要幾千蚊。但係我哋連信之後，我會建議你做鈑金修復。點解要做鈑金修復咧？第一個慳錢啦，因為我呢個成落嚟嘅話，1到2日時間，1000蚊到就搞掂啦。第二個可以保持你本身個門，佢只係 lift 咗啫，但係入邊係唔怕爛嘅。所以咧咁樣可以更加咁樣保持翻你原來嗰隻門。呢個貼片咧有咩用咧？就係我哋逐粒逐粒咁樣將呢個車門嘅弧形個弧度拉翻出嚟，係非常之考人工，亦都係非常之花時間嘅。睇下我哋呢台車噴出嚟嘅效果係咪同原車嘅一樣？整車穩健哥，保證冇得拖。